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这时，请咱大家备办心，三甲来敬拜上帝，请奏乐。我的心静静，全无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招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上帝啊，阮伫你的殿院内笑念你的慈爱。这时，请咱大家来吟圣诗146首，圣诗146首。救主出声叫我，软弱的人困我，大家好胆进前，直到救主面前。我靠主恩典，罪过得赦免，我大福气甲欢喜，是靠救主名字。圣诗146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
这是咱游安徛的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咱齐声来念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岛任内受苦，更12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。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，启应文29，启应文29，伫圣诗的后面1051页。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29，行为无通指责，这号人真有福气，听谈上主的教示，这号人真有福气。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追求你。求你，互我无偏离你的爱情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。求你开我的目睭。我看出你独特的意象。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。求你叫你的应允，互我恢复安全。求你，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赐阮教示我你的法。求你，互我袂意爱虚假。照你的话赐我榜样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对你的应允，我得到榜样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下解说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这是请咱三到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早起，互阮无受寒冷的天气的阻挡，来到你的圣殿。阮感谢你，伫万民中拣选阮，用听引带阮，搁用基督的宝血洁净阮。互阮甲上帝建立新的关系，互阮成做你的儿女，有福分伫教会里敬拜甲服侍。因为安尼，阮再次感谢你，全能的主。这是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敬拜你，恳求圣神赐时甲阮支持，透过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的话，愿上帝的话成做阮的气力，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道路，嘛成做阮生命的石盘，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，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，一生甲主相结连。天父上帝，阮若亲近你，你就要亲近阮。人生的过程，生命的价值，每一个人拢无相款，每一个人爱承担家己所爱面对的。相信你永远袂放弃阮。
每一日的生活，阮总要面对真侪挑战，时常拄着无明白的所在。上帝，你的道永远超越阮的思想的。阮承认家己的罪，家己的软正甲有限。求主你加添阮信心，互阮谦卑追求主，谦卑跟地主，有主国我的大权能，甲阮同在，互阮体会伫世间有苦难，毋过伫你有平安，有恩典，够阮用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今仔日伫礼拜中要举行圣餐，愿伫这属灵的宴席中，大家得到灵命的帮助，甲满满的平安。礼拜后也要召开中节会讨论时间，求主圣神引带，补助阮一切欠缺，来兴起一切圣善的事工。同时，要为台湾甲世界和平来祈祷，求主羡慕你，阮羡慕你的真理，阮喜爱你的民主自由，恳求你来掌权，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。特别伫这228纪念日要到的时，求主圣神引带带领，互台湾人民有主的同在，有主的怜悯甲恩典，在以悔改饶恕的心，互受难者的家属感受搁较侪的安慰甲鼓励，来消除族群的对立，互台湾真正得到医治甲救赎，行出228的应允，互主的旨意行伫即块土地，如同行伫天里。主啊，即时阮也要为阮教会正会友来祈祷，特别是目前拄着苦难的兄弟，求主加倍保守看顾因，靠主行过一切苦难。求你的阳光照耀伫阮大家，求你的医治降临伫身心受伤病痛的人的身上，求你的拯救大能帮助阮伫患难艰难中的人，求你的能力彰显伫诚心敬畏你的人身上，求你赏赐信心伫阮心中，成做坚固的磐石，靠主来得胜。用你的话引带阮的道路，用你的话监察阮的心思，用你现行应分来成就你的旨意，互阮伫生命中的生活、工作、平安的脚步，拢经历着主赏赐的平安甲保守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请圣歌队来赞美，因为演的圣诗是七家的主，海岸的主。
咱感谢圣乐队用优美的歌声带咱敬拜上帝，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。这时，咱要三甲来听上帝话。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新约，约翰福音9章第1节到16节，以及35节到41节。约翰福音第9章，这时我来读。耶稣行过时，看见一人出世就痴迷，伊的学生问伊讲：“辣比，这人出世就痴迷，对治罪犯罪，是伊本身，也是伊的爸母啊？”耶稣应讲：“这人无犯罪，伊的爸母也无，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所做。时也是日时，咱着做找我的人，找我的工。暝是要到，迄碟就无人会做工。我伫世间的时，是世间的光。这话讲了，就配烂伫涂骹，用烂胶涂，用涂糊痴迷人的目睭，甲伊讲：去洗伫西罗亚的池。西罗亚的池翻译就是风车。伊就去洗，倒转来已经会看见。伊的厝边甲平素看见伊做乞食的，讲：这人敢毋是坐伫来求乞的吗？有人讲就是伊，有人讲毋是，是亲像伊那定。伊家己讲：我就是。因就甲伊讲：你的目睭怎样得着开？伊应讲：迄个名叫耶稣的，交头糊我的目睭，甲我讲：去西罗亚洗。我随时去洗，就得着看见。因就甲伊讲：迄人伫倒啦？伊讲：我毋知。因带即个平素痴迷的去见法利赛人。耶稣交头来开伊的目睭的日是安息日，所以法利赛人也问伊是怎样得着看见。伊就甲因讲：伊将涂糜下伫我的目睭，我去洗就看见。法利赛人中有个讲：这人无守安息日，毋是对上帝来的。有个讲：有做人敢会行即号神业？因安尼分评。35节。耶稣听见因叫伊出，后来找着伊，就讲：你信上帝的囝？你信上帝的囝吗？伊应讲：主啊，伊是谁？互我信伊。耶稣甲伊讲：你捌看见伊，现在甲你讲话的就是。伊就讲：主啊，我信。就拜伊。耶稣讲：我因为审判临到即世间，互未看见的人看见，也看见的人变做痴迷。甲伊三甲伫地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甲伊讲：总无阮也痴迷。阮也总无阮也痴迷吗？41节，耶稣甲伊讲：
恁若痴迷就无做。答恁讲，阮看见，就恁的罪定定伫地。以上愿主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。下面讲到，今日牧师要甲咱讲的题目是世上的光，请咱大家恭敬来听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，咱先做伙按头来祈祷。慈悲大疼疼的主上帝，阮实在感谢你，你互阮伫2月的第4主日，也是最后一个主日。你互阮组织做伙，伫遮，阮用感恩的心来纪念着你，搁再互阮平安行过一个月。你互阮也伫即个月中间，阮庆祝春节，互阮有真好的休困，也互阮有机会。去到郊外来放松阮的心情，互阮也会当有机会，甲阮的亲友会当相吹。主啊，你的恩典是遮尔啊大，但是主啊，阮真正需要你的话，来互阮会当重新得到快乐。尤其是生活中间有侪的代志，互阮需要操烦，侪代志会互阮感觉阮的体力有限，阮时间有限，所以主啊，恳求你的圣神伫阮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带领阮，互阮会当领受你的话进入阮的心。你的话也会当刻伫阮的心中，成做阮快乐的来源，成做阮向前行的方向。阮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知影，咱今仔日的医疗科技真发达，过去真侪。医药袂当医治的病，即马拢会当真简单来医好。亲像过去目睭是上歹医的，所以你敢会记得几若十年前伫医药无发达的时阵，路边有真侪。目睭看袂到的人，因做的是啥物？讨食，对无？啊，有诶较受到训练的做按摩，但是咱应该会记得伫过去，即个目睭的问题有真侪青面人，但是即马你会感觉讲，好亲像青面人无以前遐济啊。你若去到印度。去遐旅游，也是印尼即款国家较大，人口真多，医疗无遐尼普及的所在，咱所谓的咱讲的第三世界，你会发现路边游玩足济，亲密人伫遐讨食，为虾米？因为对因来讲，目睭的病真歹医。真侪人看病来饲面，但是伫咱现在的台湾，好亲像真侪病拢真好医，真侪过去无药医的目睭的病，即马都会当医好，人会当重见光明。所以连近视嘛会当手术来得到视力2.0，也是讲。迄个白内障，即马拢会当
即个医药拢会当来处理，人工水晶体一类的。但是话讲转来，咱活伫现代社会，咱真做一个现代人，咱看物件，咱看代志，敢真正就看较清楚吗？敢真正咱即马看物件、看代志就较清楚吗？当然，即个答案是无拄拄啦。所以有一个啥物去外国去去柬埔寨去做假，去互人掠着迄个，叫啥物我嘛袂记即名。最近佫有一个外国的网红是安怎来台湾做假，互人加鸡卵迄个，迄嘛是真侪网络顶面真侪即款做假的，但是嘛有人信的，所以现代社会现代人无拄拄看物件看代志会较清楚，因为咱活伫一个资讯爆炸的所在，四界拢有真侪资讯。这网络时代就是安尼，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《约翰福音》第9章，耶稣通过行神者，互一个生落来就清明的人，重新会当看到耶稣爱咱学习啥物？对伫即个神者，即个清明人，重新会当看见的即个神者。耶稣爱咱知影，伊是即个世界的光，只有伊会当互人无阁继续活伫黑暗的中间。所以，咱对伫今仔咱所读的圣经，咱会当归纳出，咱人有可能会有3种的痴迷，3种的痴迷。第一款的痴迷是啥物？身躯的痴迷，亲像今仔日咱所读到《约翰福音》内底第9章第1节就讲到，耶稣行过的时，看见一人出世就痴迷。伊是身躯的残障，即种肉体身躯的痴迷，咱讲眼盲。当然，伫过去医学知识无发达的年代，人拢会误会讲身躯有啥物残障，这甲人的道德缺点有关系。这就是耶稣的学生问耶稣的问题，咱看会出来。所以耶稣的学生看到这个生落来就痴迷的人，因问耶稣讲：“耶比老师啦这人出世就痴迷，是治罪犯罪，是伊本身，也是伊的爸母啊。”耶稣的学生看到一个人生落来就残障，因第一想到的，这一定是犯罪，所以因就问讲：伊生落来就痴迷，安尼是即个痴迷的人犯罪，也是伊的爸母犯罪？但想起来，咱爱知影，伫即马现代的社会，即款错误的观念，敢阁有？其实有，其实阁有哦。想讲真做一个特殊儿童的老爸，我亲知嘛，对无？常常有人讲这就是爸母安怎，囡仔较会安尼；爸母无爱管，囡仔较会安尼。也是有个人佫偷偷想，这就整着，毋是老爸，就老母，若无就阿公阿嬷、外公外嬷。但是真正你去问专业的医生，医生袂安尼讲，甚至专业的册安怎讲才会特殊需要的小朋友，因讲这个不是谁的错，
这个是生理问题，这是生理问题，这是生物性的。你看册拢安尼讲，但是人拢会去想讲，到底什么人爱负责任？这就是我想咱在座应该有甲牧师同款拄着即款的经历的父母啦，可能你已经行过啊，但是回想，敢是常常安尼，拢会怪父母。但实际上，毋是耶稣安怎讲，即个人无犯罪，伊的父母也无，是安怎？独到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所做。所以对于一个人的进步，只要有进步，只要慢慢长大平安，其实这是值得咱来感谢主的，甚至值得咱来，因为是大人耐心照顾即款有特别情形的囡仔长大成人，咱来感谢主，因为上帝的听就遮尔大。咱讲上帝袂弃杀咱，无论咱捌犯错，上帝绝对袂弃杀咱。咱讲对倒位，你看会到的，父母袂因为囡仔有啥物生落来，就甲别人无共款，就放弃。所以敢是爱感谢主。所以耶稣回应，毋是即个痴迷的人犯罪，也毋是伊的父母犯罪。这真正对峙真侪父母，是一个真大的激励。因为每一个囡仔拢是上帝的祝福，上帝也伫每一个囡仔身上会当显出伊的快乐，伊的大快乐，伊的大能。所以耶稣一方面要将世俗迄款甲人身躯的残障，误将遮个人的残障，甲人的道德缺陷来关联，这是错误的。耶稣讲这是错误。另外一方面，耶稣互即个伊所经过的时阵，看到的即个出世就痴迷的人，透过耶稣的医治，透过即个新约，互伊的门徒，也是互你甲我，会当体会到耶稣才是即个世间的光，照光咱头前的路，照光咱的内心。互咱看去远望，互咱看去，就算人有欠缺，但是因为上帝的大快乐，每一个人拢是有对伊来的祝福。过来，第二款的痴迷，甲第一款也类似，就亲像耶稣的学生初初问耶稣即个问题：为什么人能会有盲点？咱讲盲点是啥物？毋是真正讲咱目睭有问题，看物件一部分的乌乌，这是医学所讲的盲点。但是实际上，咱平常时讲，我有我的盲点。你说这件事情有你的盲点，这个盲点是啥物？每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，拢是无完全的。我有我看袂到的，你也有你可能看无到的。大家拢同款，看到的拢是无完全的部分。亲像讲，上帝差派先知撒母耳要去亚西的厝。因为上帝甲先知撒母耳讲，亚西的家
会出一个以色列王，所以爱撒母耳去甲伊抹油。但是咧，亚西即个做老爸的讲：我即几个囡仔生啊，搁缘投，身材搁好，搁真有才。但是咧，上帝对先知撒母耳讲：莫看伊的外貌，甲伊的身材悬大，我无拣选伊，因为耶和华无亲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人是看外表，看表面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所以，撒母耳就替即个上细汉的，可能迄当阵阁真瘦真矮，可能迄当阵还袂大汉，所以咧面貌无亲像大卫的兄哥兄弟缘投，但是即个撒母耳就替大卫来抹油，这就是上帝拣选大卫来做以色列的人的王的过程。真正人爱承认，你我咱每一个人往往会互咱家己的感觉来控制。连遮的军队耶稣的学生也同款，因受到世俗传统的观念所控制、所影响，所以直到因看到一个生落来就青面的人，因煞袂记即了上帝是听，因煞袂记即了耶稣已经行过神迹医治人。因袂记即啦，因互因当时的即个传统观念、世俗的看法所影响。你我其实拢真容易的安尼，互家己的感觉所控制，互咱的感官所影响，咱有可能拢会无办法做正确的判断。就亲像上帝对撒母耳讲的，上帝甲咱人看人是无相的，人是看外表，上帝是看内心。上帝所欢喜的是人的谦卑。人愿意，互伊改变的心。所以旧约圣经拢会一直讲，大卫王是上帝所欢喜的，大卫王是上帝所欢喜的，合神心意。所以。可能起初大卫还未做王以前，伊的外表体格，甚至有可能工作的表现不如伊的兄哥，但是伫上帝眼中，大卫王却是合神心意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所以，甚至大卫也捌行毋对路来犯错，甚至伊捌遗败土地，对无？伊去互伊的后生来反叛，伊也捌犯罪，对无？伊捌犯罪过，抢人的某。但是
伊愿意伫上帝的面前来认伊家己的罪，伊谦卑求上帝来改变伊，带伊搁转来上帝的路，所以大笔会当重新来得胜。这就是旧约所讲的合神心意。合神心意，毋是你100%你完全，因为人无可能完全。但是你我只要愿意，时时开放咱的心，咱愿意互上帝来改变，咱愿意屈家家己，互上帝来带咱行向头前，这就是合神心意。可能有人真无爱听起即款讲到企业家，但是我感觉咱值得思考。即句话，等敢来伫事业成功，其实等敢来伫伊也嘛有写信用的册哦。伊讲每一个成功企业家的背后，平均都有3.8次令人尴尬的失败。平均都有3.8次令人尴尬的失败。所以伊的结论是啥物？成功的企业家都欢迎失败，因为每一次的失败就是学习成功的机会。咱看到大笔王的一生，其实这圣经旧约早就教咱啊，对无？下着，互上帝欢喜，合神心意。下伫上帝的意思的大笔，甲咱共款，拢会犯罪，拢会犯错，拢会行偏。但是伊也甲咱共款啊，咱愿意，就算伫人生的过程中间，捌离开信仰，但是咱阁互伊重新也将咱带转来对无？所以咱坐伫遮无？做伙来敬拜，这敢需要感谢主。你我，咱敢有迄个信心通讲，我是合神心意。我想咱拢会当安尼讲，因为咱坐伫遮，大家伫遮敬拜上帝，敢毋就是伊一遍一遍带咱转来？有时阵你会讲啊，即个拄着啥物代志啊，我无想要搁去教会啊啦。但是咧，可能过无偌久，伊会感觉讲，嘛是爱搁来一遍咯吼。啊，来了后，搁恢复正常啊。我想，咱中间，你我，可能有可能是你细汉的时阵，有可能是你最近，其实，莫惊失败，莫惊失败。所以，当我读到这个单干来的，每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，平均都有3.8次令人尴尬的失败。我就想讲，有可能所谓一败涂地的人，差别就在伊迄边的失败，伊行袂出来，走不出自己那一次失败的尴尬。走不出那一次失败的尴尬，所以感谢主，咱有主耶稣做咱生命的光，咱用行动，咱见证了，咱是服主耶稣引带的，就算咱拢捌走偏过，咱拢捌犯错过，但是伊一遍一遍带咱转来，咱也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光，互咱知影，就算是咱捌失败过，伊依然疼咱，伊袂离开咱。
过来就是最后一种眼盲、味盲、心盲。心盲就是心灵的痴迷，这也是第三种的最后一种的痴迷。咱讲灵命的痴迷，心灵的痴迷，这也有可能是真侪人无办法家己发觉的痴迷。尤其对咱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咱爱警戒，咱爱细腻，咱更较容易犯着这种痴迷，咱煞家己毋知。亲像福音书中间所写的这个法利赛人，其实法利赛人，咱知影，伫犹太教内底，法利赛人是敬虔的一群人。法利赛人因开因的时间读圣经，然后因所思考的就是圣经的话怎样落实伫生活。你知影法利赛人因所强调的就是圣经的话要落实伫生活，但是伊用人的智、人的财目，所以因定侪的规定。为什么？上帝的话有时阵是一个真一般性的命令，但是要安怎做？亲像讲守安息日，但是守安息日要安怎守？所以法利赛人就定侪安息日，这袂当做，这袂当做，这袂当做。行路敢若会当行偌长啊？即、个开电火，现代的犹太教搁伫遐讲，开电火袂使，坐电梯袂使，但是咧，安怎较会使？你就爱，伊就教讲有啥物方法？用一个棍仔去吐，安尼就无算。安尼若用手，这就算。这真正犹太教到即马搁咧论这，但是因煞袂去讲，咱人看世界，尤其是咱有信仰的人看世界，无错，咱会用属灵的眼界来看，但是咱就好亲像挂一个目镜共款，目镜无三不五时甲伊清清的，目镜嘛会垃圾煞看无清楚，甚至会垃圾煞明明无污点，你看煞有污点，其实是你目镜无清气。这就递到咱，咱基督徒，咱看福音书会感觉讲，犹太教的法利赛人是属灵骄傲，甚至咱基督徒有时阵爱用属灵骄傲来讲，但是实际上属灵骄傲这个名词是真奇怪的名词。为什么？骄傲根本不属灵啊！你属灵，你不会骄傲；你骄傲，你不会属灵，怎么可能有属灵骄傲？所以属灵就不是骄傲，骄傲就不属灵，所以属灵骄傲这四字就奇怪，逻辑不通。所以，咱基督徒爱安怎做，就是爱时时刻刻用上帝的话，咱来自我反省，互上帝的话来照光咱，咱也彼此来提醒，因为彼此提醒的中间，无论你是讲的也是听的，其实咱拢会当来验证讲、验证啦，咱所想的敢对，咱所看到、咱所理解的敢对，用安尼，咱才会当搁较有把握，讲上帝来的光，袂互咱人的自我中心，也是人的骄傲来阻挡。
至到上帝的光，煞无办法透入去咱内在的眼界、内在视野。所以，当咱若是内心互黑暗所占领，当然伫黑暗中，咱会惊吓，咱会不安，咱会感觉无安全感。这一切就会慢慢煞关合着咱，煞互咱变做恶性循环。所以咱爱知影，若一个人的心灵失去了上帝的光明，就变成灵性的痴迷。亲像约翰福音第9章中间，法利赛人就是灵性的痴迷。因其实有真侪惊吓。因担心讲失去家己的关系，因惊吓讲原感觉真舒适的情形会改变。至到法利赛人看袂到耶稣照着医治痴迷人所行的神迹，因看到的毋是神迹。因袂因为一个生落来就痴迷的人得到看去，来哈利路亚感谢主。因也袂因为看到耶稣互一个生落来痴迷的人，佮看到因学习到爱敬上帝的律法，就是爱专心听主。然后听厝边亲像家己，亲像耶稣安尼听即个痴迷的人。法利赛人互咱通警戒的，就是当咱的灵性的咱若是有灵性的痴迷，咱真有可能就甲法利赛人同款。无办法看到耶稣神迹所代表的上帝的光照光这个世界，照光你我咱每一个人内心。法老等因注意到的，就是安息日竟然工作，因感觉耶稣医治痴迷人，就是伫安息日工作，违背了上帝的诫命，因煞无办法看见讲上帝的诫命最重要的实践，就是听厝边亲像家己。所以，至到反倒等法利赛人的中间产生矛盾。有的人讲这是违背安息日的律例，这是犯罪；另外一群人讲罪人哪有可能行出神迹，互一个生落来就痴迷的人通看到？所以，因煞反倒转，无办法看见耶稣行神迹所代表的意义。耶稣是世间的光。留下这，其实你我，咱基督徒有时阵也会亲像法利赛人同款犯着这个错误。咱会误会讲，只要遵守某一寡规则教条，咱就保证会当对伫上帝得到光明，咱生命就会当得到平安欢喜。这些互
一寡基督徒会伫教会的中间，感觉伊迷失了自己，会感觉家己所无办法体会、感受到迄个光明，就亲像有人看到耶稣伫安息日医治一个生落来就痴迷的人，互伊个会当看去。伊有的人看到的是安息日哪会当工作，但是耶稣爱咱看到的是，伊是即个世界的光，伊会当带来光明，照光即个世界，照光咱的内心，照光咱的愿望。所以咱爱知影，诚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，咱不只是爱遵守遮的教导，也是规则。更较重要的，咱是爱学习伫上帝的面前谦卑，甲信靠。咱爱互上帝亲自来带领咱所行的每一步。我真爱阿里山，因为传道时代就伫嘉义度过。迄当阵常常带学生拜五下晡开车就去阿里山，然后礼拜早起伫阿里山来做耶和华礼拜，然后当然看日出是一定爱有的。落去下说，耶稣惊信者，互伊的门徒，包括你我每一个基督徒，拢通体会到，只要咱愿意信靠伊，毋是信靠咱家己，咱是真正信靠伊，咱也会当克服灵性的痴迷。咱对伫主耶稣基督，咱通得到真正生命的光。当咱面对着互咱感觉无助，毋知影头前要安怎行的时阵，当咱拄着即款情形的时阵，咱爱确信，就是耶稣就是即个世界的光，只有耶稣是即个世界的光。咱爱确信，光照伫黑暗，黑暗袂当赢过光。愿咱拢会当伫主耶稣的教导的中间，咱会记住，就是伊爱咱谦卑，互伊来引带；伊爱咱开咱家己的心，互伊亲自来照光咱；伊也爱咱用伊的话时时刻刻来反省，互咱伫咱的灵性的目镜垃圾的时阵，有伊的话来帮咱切脱清气，互咱真正会当看到主耶稣基督伫咱四周围所行的神迹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，听阮的主，阮实在感谢你，你真正是阮即个世界的光，你也是阮生命的光。阮过去有可能会想讲，人的知识是阮的光；过去阮有可能会认为讲，世俗的名利
是阮的光。过去，阮有可能会误会，某一个人才是阮的光。但是主啊，你予阮知影，只有你是阮生命的光，只有靠你，阮才会当得到这个会当赢过黑暗的光。所以恳求主你，予阮会当大家做伙来找求你的光，因为你的光时时刻刻拢存在，你的光无所不在。但是阮有时阵，阮有心灵的痴迷，有时阵，阮的心就亲像目镜垃圾共款。阮看着光，但是阮却看无光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用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互你替阮灵命的目镜来切互清气。主啊，阮是无完全的，阮需要你来引带阮。阮是无完全的，所以当阮失错的时阵，求主你亲自来带阮倒转。阮是软正的，所以也求主你亲自甲阮兄弟姊妹来靠做伙，互阮做伙来互主你引带，来行向头前的路。求主你引带带领，求主你帮助。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煞接咱就来恭守圣餐。有一句话讲，圣经的道理是咱听会到的话，然后圣餐是啥物？咱看会到的话，也是讲圣经的话是咱听会到的道理，然后圣餐是咱看会到的道理。咱即马就做伙来恭守圣餐。咱请咱大姨长老来举办圣餐桌。咱先做伙来吟圣诗355首，咱坐个吟就会使。咱吟全首，圣诗355首，愿打自责，甲主坐倒。主这道专心来听你的话，暂愿明白主的灵在，激动心灵的在过，地高圣经信用告诉，你我心来最魔幻，高温同归之声恩下，听的声语大为宽，中原礼拜比最行动。
先加生活最坚强。找阮出去迎行好路，冲突所在求和平。基督教所愿听心，我你写的无完谈，好愿看见主你形象的救赎的世间。主你相信，早晚要请其他人起来分享，听伫上你眼前欢迎，想看见你世中央，直到骄傲个困嘛，我爱你的后面。当我家己天使上多，欢喜我路永我听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记纳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甲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记纳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耶稣讲：“恁记纳着我担重担的，就来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”耶稣佫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做伙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。就是照着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，我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，有摕饼祝谢来拜伊，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安尼捧杯，讲：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，既若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即个杯，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买迄暝，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大声来感谢上帝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，慈悲疼痛、充满恩典的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。阮谦卑求主你，找圣神来圣白阮，也你的圣神。圣白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通接受这个来对伫信心有份伫主你的身躯，甲你的保护，佮对伫主你来恩典的帮赞，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。也会当成长伫主你的恩典中间，互阮通荣光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。”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
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请长老来旁边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大。这是主耶稣穿的身躯，为着咱拍大。主耶稣是个咱讲还袂领受着饼的无吼。这是主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咱三甲做伙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洗面的，既若啉的时，就安尼来纪念我，请长老来捧杯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。既若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无所不能、充满慈悲、疼痛甲恩典的主上帝，愿专心来感谢你，因为是对你所来极大的疼，
互阮有份来领受你的圣餐，互阮透过领受圣餐，来得到培养阮灵魂真正活的食物，互阮通安尼来明白、体会，佮经验着你对阮的疼。你是欢喜阮的，你疼惜阮，你也互阮会当真正成做主你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。你也互阮知影，阮有对你来的祝福，来成做你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。主啊，愿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遍献阮本身予你的时阵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搁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持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互阮时时刻刻所讲所做所行，拢通荣光你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时三教大吟诗应答上帝话，圣诗第608首，圣诗第608首，奇妙恩典何等甘甜，救我脱离罪愆，情我失迷胆得回归，失明胆得看见。请咱起立来吟。奇妙恩典何等甘甜，救我脱离罪愆，将我心内打回归。
请坐。这时要来奉献，请唱妹结束甲玉洁结束来书献。这时我来报告，请咱大家先开周报。报告事项：本主日礼拜中举行圣餐，愿兄弟姊妹伫这属灵的宴席中，靠着恩典得到灵命的把助，重新得到向前的动力，甲满满的平安。第二，礼拜后要举行2月份中职会。请中职伫圣歌队练习时间后集合。第三，本礼拜5查经祈祷会要开始研读新约以弗所书，请兄弟暗时7点半来踊跃出席。第四，本会插会班、春雨班要伫3月至6月。每月的第1礼拜六上午10点来上课。那本期将伫3月初2，就是后礼拜六伫第1厝的上课，要由江老师来亲自插花示范，并且来讲解这个法语的赏析。课程中正式报名插花的入门班。第五，下个月起要恢复家庭礼拜，愿意开放家庭来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，请来牧师也是教会长职来阿黄来安排。第六，下主日的礼拜题目是我就是门经文是约翰福音10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圣诗的起用，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倒边的聚会活动。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，圣歌队练唱是主日的上午8点45分，甲礼拜后。查经祈祷会是拜5暗时7点半。插会班是每个头一摆的。上午拜六上午10点，咱的这个顶礼拜出席的人数甲奉献，咱家己来看，若有毋对的，才来过去来更正。咱来看圣工事奉吼，即礼拜嘅招待是文良兄甲宪宗兄，插花杨长老，清扫社保姐。后礼拜讲道是咱牧师，师会是秋妹结束，司琴是义节结束，
领唱是一样结束，书宪是唱马结束甲民兵结束，交代宴庆者。插花唱马结束，清扫我本人。咱来看正边的下面的本周金句，约翰福音9章39节，耶稣讲：我因为审判临到世间，互未看见的人看见，也看见的人变做青迷。请咱用台语来读2遍了，用华语读1遍。这是请咱大家来读。耶稣讲：我因为审判临到这世界，互世界的人看见，也看见的人变做青迷。耶稣讲：我因为审判临到这世间，互未看见的人看见，也看见的人变做痴迷。耶稣说：我为审判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耶和华9章39节，就是请咱大家用拱手来互相请安，大家平安。咱这是要来吟，这是请咱来吟这个祝福的诗吼，上扬。圣诗401首，圣诗401首。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，夜目仰望主的面，享受恩典永无尽。愿全能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咱就爱开放咱的心，谦卑咱家己，互主耶稣成做咱生命的光，照光咱的全身，照光咱的心灵，也照光咱属灵的目睭，互咱会当认捌到光。照伫黑暗，黑暗袂当抵抗光，光永远赢过黑暗。所以，无论咱面对的状况是怎样，主耶稣拢会当替咱担当，拢会陪伴咱做伙。来行过这一切，因为伊应允咱，伊就是咱生命的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最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岛闭会。